总统赖清德15日出席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开幕典礼。赖清德伫致辞时讲到，南部院区开幕是台南的大喜事，阁将会带来三大效应，包含做好台南、平衡南北、均衡台湾。第二个效应是平衡南北，平衡南北。因为我刚刚有提到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南部院区在这里，北部院区在南港，那一条高铁就可以串联。然后研究各有所不同，那特别这个廖院长也不断的强调，这个院区会带动未来台湾的发展，其中特别是科技、量子电脑，然后也很重视我们台南的农业生物科技。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未来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。中央研究院院长廖俊智表示。2017年，行政院核定南部院区开发计划，致力打造全新概念院区，锁定关键议题，对特整合基础研究到实际运用，共同开展世界级的前瞻研究。我们设定非常远大的目标，而且我们要以垂直整合的方式。什么叫做垂直整合呢？我们要从最基础的研究，到最终端的物件。所以我们要设计一套新的制度，不同于北部院区。北部院区是以所中心为单位，在这边我们会主要是偏重于计划为单位，设定明确的目标，设定时程，利用计划推动对国家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关键议题的研究。院长廖俊智表示。南部院区目前以量子科技、甲智能科技为重点研究领域。除此以外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是南部院区的重要任务之一。人文社会研究基地也已经伫今年成立，4月开始已经有团队进驻研究南台湾的社会转型，甲台商贸易网络，将深化在地学术社群、文史工作者的合作，望会当带动人文研究风气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